當你望住啲人喺事業啦、人際或者社會上步步高升，而自己就原地踏步啦，你有冇諗過背後其實唔只係實力問題啦？Robert Greene 嘅《權力的48條法則》就係為咗解構呢個現象而寫，佢用幾千年嘅歷史人物同真實事件，將人性、影響力同權力操作濃縮成一套清晰嘅策略法則，話俾你聽點解有啲人可以掌握局勢，有啲人就永遠被牽住走。值得注意嘅係，呢本書唔係講道德，唔係教你做個好人定壞人，而係赤裸咁揭示權力點樣喺現實中運作。每一條法則都係一個觀察總結，關於點樣保護自己，點樣影響人，甚至點樣避免被其他人玩弄。Greene 認為權力係一場遊戲，如果你唔識搞，就好容易成為被犧牲嘅人。自從出版以嚟，呢本書喺世界各地賣出超過100萬本，深受商界領袖、政治人物、運動員、藝術家追捧，亦都同時備受批評。有人話佢太操控、太陰險，不過咧，你可以將佢當做一面鏡嘅，唔一定要全數照做，但起碼要睇清楚人哋點樣出招，自己先至唔會無辜中招。咁當然啦，我知道48條法則唔可能喺一條影片入邊講晒，如果逐條解釋，只會流於表面。所以今次我揀咗幾條最實用、最具啟發性嘅法則，等你可以集中吸收書入邊真正嘅精華。無論你想提升自己嘅影響力、保護自己，定係純粹想睇清人性，都會有得着。至於作者 Robert Greene 啦，佢喺1959年出生於洛杉磯，出版呢本書之前做過80幾份工作，包括編劇、雜誌編輯、導遊等。喺職場浮沉多年之後，佢目睹咗太多暗地裏嘅鬥爭同假面互動，於是決定將古今中外嘅權謀智慧整合成書，用一個清醒又實際嘅角度揭開權力運作背後嘅面紗。而家就等我帶你行入權力的48條法則入邊嘅精髓，逐步睇清楚點樣用得醒、守得穩、行得遠。講完書嘅背景之後呢，我哋而家開始由權力最核心嘅部分講起嘅。咁作者認為咧，權力咧唔係嚟自你企喺咩位置，而係你點樣喺人眼中被感知。換句話講咧，權力係一種嘅社交現象啦。無論你係做老細定係打工，點樣展示自己，點樣講嘢，甚至點樣沉默啦，其實都會影響你咧喺人群入邊係強者定係被動者咯。法則一，永遠別搶咗師傅嘅風頭。作者用咗一個歷史故事講解得非常貼切。當年法國財政官尼古拉富海為咗討好路易14，舉辦咗一場極盡奢華嘅派對，希望用氣派打動皇帝。點知派對之後，皇帝感到威脅，反而覺得佢過分招搖，最後直接下令將佢監禁。相反，佢嘅對手柯爾貝低調做事，最終穩步上位。作者話：千祈唔好令你上司或者權力比你大嘅人覺得自己被比落去，否則你幾叻都冇用。跟住係法則3，隱藏你嘅意圖。作者指出，喺權力遊戲入邊，最怕就係人哋睇得穿你。你一旦俾人知你下一步想點，人哋就可以提早布局，甚至反手擊你。咁所以最好咧就係保持神秘感，好似落棋咁，唔好一下子俾人知道你想食邊隻棋，咁先可以掌握主導權。當你越難估，人哋就越唔敢輕舉妄動。再嚟係法則6，不惜一切爭取注意力。作者認為喺呢個資訊泛濫嘅時代，冇人記得你就等於你唔存在。你唔一定要做最誇張嘅人，但係你一定要喺人哋心中留低印象。有啲人靠外表，有啲人靠語言，有啲人靠行動。總之唔可以默默無聲。尤其係而家呢個社交媒體主導嘅世界，曝光率等於存在感，而存在感就係權力嘅基礎。最後係法則33，揸住每個人嘅弱點。呢一條法則講到人性最深層。作者話每個人都有情緒上嘅拇指螺絲，即係一啲一觸即發嘅點，可能係自卑、恐懼、虛榮或者創傷。如果你識得觀察人，了解對方嘅背景，你就可以揾到呢啲弱點，從而影響佢哋。唔一定係用嚟攻擊人嘅。有時你識得避免踩中人哋底線，都已經係一種智慧。咁書入邊有句說話特別值得記住：所有人都有不安感，一個有自信嘅人會笑笑自知，但一個太過脆弱嘅人會當你冒犯咗佢。當你識得睇穿呢啲情緒，你就開始掌握權力嘅本質。權力其實並唔係靠大聲或者表面地位堆出嚟，而係你有幾深理解人，
理解人性就有幾大掌控權。真正聰明嘅人唔係去打贏每一場仗，而係懂得避開唔必要嘅敵人，並且喺關鍵時刻出手。從人性切入之後，下一個關鍵就係形象。作者認為喺權力遊戲入邊，你俾人見到嘅樣，往往比你實際做過啲乜更重要。你可以唔係最有能力嗰個，但你一定要係人哋記得、尊重，甚至有啲畏懼嗰個。形象係一種武器，可以幫你開路，但一旦管理唔好，就會變成你最致命嘅弱點。法則5：聲譽決定一切，要用生命去守護。喺歷史上，意大利權謀家切薩雷波吉亞就係好好示範咗點樣用聲譽操控局面。佢唔係單靠武力，而係透過恐懼、儀式感同傳說，塑造出一種近乎神話式嘅存在。當人哋一聽到佢個名，就會聯想到冷酷、高效、唔留情面，自然就少咗對手敢挑戰佢。作者指出，聲譽一旦建立起嚟，就算你唔出聲，都有人會為你造勢，因為大家已經自動將你標籤咗。但係聲譽唔係得個樣，態度都好重要嘅。法則34：以王者姿態行事，先至會被當作王者對待。作者話，你點樣企、點樣講嘢、點樣睇人，都會影響人哋對你價值嘅判斷。有啲人冇實權，但係佢嘅語氣、眼神，甚至着衫嘅方式，都令人覺得佢有料，自然就會有人對佢讓步。作者提醒，要人重視你，首先你要表現得自己值得被重視。呢唔係自大，而係策略。喺一個睇表面勝過睇內在嘅世界入面，氣勢本身已經係一種權力。其實呢度可以重提法則6：不惜一切爭取注意力。只不過今次唔係為咗出名，而係為咗建立一個清晰同穩定嘅形象。你想人哋記得你係邊類人啦，你就要持續咁表現出呢個角色。模糊、搖擺或者一時一樣，只會令人對你冇信心，甚至懷疑你背後有問題。喺呢個層面上緊，一致性同埋可預測性變得好關鍵。不過作者同時提出，形象並唔代表你永遠要固定喺一種模式入邊。法則25：重新塑造你自己。佢認為人可以喺唔同階段以唔同方式存在，視乎你想達成咩目標。你可以係職場上嘅強勢領袖，同時又可以喺家庭中扮演柔和角色。你可以選擇高調一時，亦都可以喺關鍵時刻轉為低調。重點係你要有能力去設計同更新你嘅角色。作者話，唔識變化就等於放棄咗主動權。喺變幻莫測嘅環境入邊，靜止就等於退步。咁書入邊咧有句好精準啊，聲譽係權力嘅基石，你冇得逃避，因為就算你選擇低調，人哋都會自己幫你建立一個印象。作者提醒我哋，與其俾人定義你，不如自己主動控制個故事。沉默唔等於安全，唔出聲可能會令你變成一張空白紙，人哋想點寫你就點寫你。建立形象唔係假扮，而係一種清楚嘅選擇。你決定自己係邊類人，然後用行為、語言、態度不斷去強化呢個印象。講到底，形象管理並唔係純粹為咗扮得叻，而係讓你有空間同力量去做你真正想做嘅事。當人哋信你、敬你，甚至怕你，佢哋自然會讓你行多幾步。而你要做嘅就係好好利用呢個空間。講完形象點樣影響權力，接住落嚟就要講點樣做嘢。因為作者認為真正嘅權力唔只係靠講，係靠你點樣出招、幾時出招，仲有你出到咩效果。喺現實入邊，唔少人有好主意、有才華，但最後輸咗，往往就係輸喺行動嘅時機同手法。法則15：徹底擊潰你嘅敵人。呢條法則聽落有啲狠。但作者話，唔少歷史事件都證明，如果你留有餘地，對方好大機會會捲土重來，甚至反咬你一口。好似有啲古羅馬將軍啦，以為放生敵人係仁慈，點知幾年後反被滅門嘅。作者指出，有時太仁慈其實係對自己殘忍啦。當你要下決定嘅時候咧，唔可以只諗和氣生財嘅，咁要問自己會唔會留低後患啊？但另一方面，並唔代表你時時刻刻都要出場嘅。法則16：利用缺席增加尊重同埋價值。作者認為，當你太容易出現，大家就唔會珍惜你講嘅每句說話或者每次出現。咁相反咧，適時退下火線咧，反而咧可以增加你嘅分量嘅。就好似某啲領袖咧，唔係日日出嚟講話，咁但係一開口咧，大家就會認真聽嘅。
呢種距離產生尊重嘅策略，可以令你長時間保持權力嘅重量感。再嚟係法則28，以果斷姿勢進場。作者話猶豫不決會令人覺得你冇信心，而喺權力遊戲入邊，一旦你顯得不確定，就會有人嚟試探你、挑戰你。當你決定咗一條路呢，就要有氣勢咁行落去，唔好半途搖擺。就算後尾發現錯咗，都可以再轉，但起碼你令其他人一開始就唔敢輕視你。氣勢有時比內容更重要。法則35，掌握時機嘅藝術。作者話有啲人明明有資源有實力，但成日都出手得太快或者太慢，結果錯失良機。反而識得等待，識得觀察形勢變化，再喺關鍵時刻果斷出手，就可以用最少成本換到最大成果。無論係商業談判、創業投資，甚至同人溝通，都要識得停、睇、聽，唔好盲衝。有時唔喐，反而比亂喐更有力。咁啊，講到最後一條法則啦，48，保持無形。作者認為啦，最大嘅風險咧就係你太早定型，一旦你俾人睇得穿你係邊類人，下一步會點行，你就冇咗變通空間，亦都容易俾人設陷阱。佢寫到，當你有形狀，當你有明確計劃，你就開咗自己俾人攻擊嘅缺口。所以真正高明嘅策略唔係一步步話晒俾人聽，而係保留彈性，隨機應變。總括嚟講，有實力係基本，但如果你唔識睇時機，唔識出手角度，甚至唔識轉身轉型，你喺權力場上就好容易輸。作者強調，優勢唔只係你有咩，而係你點用、幾時用、用完點退。真正能夠長期掌握局勢嘅人，都唔係最快出招，而係最識忍、最識變。理解咗行動同埋時機點樣決定一個人可唔可以掌握主導權之後，下一步就要面對更複雜嘅層面啦，人際互動。作者認為社交場唔係單純嘅朋友聚會，反而更似一場無聲嘅比拼。有啲人好斯文，有啲人好進取，但無可否認，操控喺現實中無處不在。有時唔係你想，而係唔識就會輸。法則7，叫人幫你做嘢，但係自己攞晒功勞，聽落好唔厚道，但歷史上真係唔少人靠呢招上位。好似發明家愛迪生，雖然佢本身有創意，但好多專利實際上都係佢團隊入邊啲工程師做出嚟。佢擅長整合資源，再以個人形象包裝成果。作者指出，權力唔係靠你親手做咗咩，而係你點樣掌控資源，影響人心。當然呢招用得多會令人反感，但係現實就係觀感往往重過實際貢獻。法則12，用選擇性、誠實同埋慷慨去麻痹對手。作者認為一個操控高手唔會成日發脾氣，反而會表現得親切、慷慨、有同理心。當你覺得對方冇威脅，就會自然放低戒心。佢舉例話，有啲政客會專登喺公共場合捐錢或者做善事，等人覺得佢真誠可親。但實際上背後可能正進行另一場博弈。選擇性釋放善意，有時比直接對抗更加有效。法則32，迎合人嘅幻想。作者話，大部分人都寧願聽一個好聽但唔完全真嘅故事，都唔想面對殘酷嘅現實。所以你要說服人啦，影響人啦，唔一定要講真話，而係講到啦，佢哋想聽。政治宣傳啦、宗教敘事、廣告語言都係用緊同一套機制。當一個人相信咗一個美好嘅幻想，就會對講呢個故事嘅人產生依賴。操作幻想等於操作情緒，而操作情緒就係權力嘅關鍵。法則39，攪渾水再落網，意思就係你要控制局勢，就唔可以等氣氛穩定咗先至出手。相反，令到場面混亂，令到對方情緒失控，先至係你進場嘅最佳時機。作者認為，人一情緒化，理性就會下降，判斷就會失準，咁你就有機可乘。商場、政治甚至人際爭執都常見呢一種嘅策略，一啲挑釁、誤導或者挑動情緒嘅行為，背後其實唔係衝動，而係算計。至於法則14，扮朋友，實際做間諜。作者指出，資訊就係權力，而最快攞到資訊嘅方法唔係監聽，而係做朋友。你表現得越親近，越信任對方，對方越容易話晒啲底俾你知。呢啲資訊一旦掌握喺你手，就可以喺關鍵時刻轉化做影響力。
當然呢招同樣危險啊，因為一旦俾人發現你係假朋友，後果會幾嚴重。但係作者話，識得收料同分析人，就等於掌握主導權。不過作者亦都提醒，以上所有嘅技巧都有代價，你可以用策略去操控對方，但同一時間你亦都要準備好應對其他人用翻同樣方式對你。權力場唔係你一個人搞，當你進入咗呢個遊戲，你就要接受你可能都係人哋策略入邊嘅一部分。講到底，最重要唔係技術，而係情緒理解能力。作者認為最叻操控人心嘅人都係觀察入微、情緒敏感嘅人。佢哋知道幾時該安慰，幾時該挑釁，幾時該沉默，完全掌握咗人係情緒動物呢個事實。你唔一定要變成操縱人嘅高手，但你一定要識得保護自己，唔好俾人玩弄，因為識得睇破先至可以唔被牽住走嘅。喺學識咗點樣進攻同操控人心之後呢，另一面更加唔可以忽略，就係點樣保護自己唔受傷。作者認為權力唔一定要靠進取，有時識得防守、避開陷阱，識得忍先至係長遠之道。真正有智慧嘅人唔係成日出手，而係知道咩時候唔應該喐手。法則18：別築高牆保護自己，孤立會致命。表面睇遠離人群可能會覺得安全，但作者話，當你將自己隔離得太清楚，就會冇咗連結，冇咗情報來源，其他人亦會開始對你產生不信任。你越隱形，人哋就越容易將你邊緣化，甚至對你進行揣測。權力嚟自互動，如果你冇喺場上，基本上就已經出局。緊接住嘅法則19：搞清楚你面對邊個，唔好得罪錯人。有啲人表面溫和，但實際上好記仇；有啲人你一踩佢底線，就會不擇手段反擊。作者提醒，喺講嘢做事之前，要學識觀察對方嘅性格、權力背景同埋報復能力。得罪咗不該得罪嘅人，可能會為你帶嚟長期麻煩，而呢啲麻煩好多時並唔會即刻爆發，反而會潛藏，慢慢累積。法則23：集中力量。作者強調，資源永遠有限，所以唔可以乜都想做，否則就會四分五裂。將你嘅時間、人物、能量集中喺最有可能成功或者最有影響力嘅事情上，先至可以發揮最大效力。無論係事業上定係人際上，分心太多只會令你變得薄弱，甚至俾人睇穿你其實冇重點。法則35可以再次提一提，今次從防守角度睇，作者認為識得等待唔代表冇能力，而係表現出高度自制同判斷力。有時唔喐反而係一種智慧。當局勢唔明朗、敵我未分清，或者情緒太混亂嗰陣，貿然出手只會自己跌落陷阱。唔做係一種選擇，唔回應係一種力量。同樣地，法則33除咗了解人哋弱點之外，更重要係了解自己有咩位最易俾人針對。作者話，每個人都有情緒漏洞，可能係自卑、完美主義、渴望認同等等。如果你唔清楚自己嘅痛點喺邊度，就好容易俾對手揸住把柄，挑起你嘅反應。識得自我觀察，就等於先一步封住自己最大嘅漏洞。法則36：對得唔到嘅嘢，要學識唔屑一顧。作者指出，當你對一樣嘢表示得太有興趣，無論係人定係資源，你就俾咗對方掌控你情緒嘅機會。相反，如果你表現得冇所謂，睇得開，反而令到對方失去優勢。無論係愛情、商業或者職場都一樣，一個人越渴望，就越容易被控制。總括而言，作者強調，防守唔代表懦弱，反而係一種更成熟嘅力量。唔使樣樣都贏，唔使時時都出風頭，有時穩穩陣陣過一關就已經係最好嘅勝利。真正能夠喺權力場上企得穩腳，唔一定係最叻發功嗰個，而係最識忍、最清醒、最冷靜嗰個。因為時機一到，佢哋先至會一次過出手，贏得乾淨利落。去到呢一部分，焦點唔再係正面交鋒，而係更高層次嘅操控，用最少動作掌握最多影響。作者話，真正叻嘅人唔係成日指揮人，而係令對方自願配合。控制力嘅高明之處呢，係表面睇唔出你控制緊。法則11：學識令人對你有依賴。作者認為，你嘅價值唔係嚟自你做咗幾多，而係你有冇做到不可取代。當其他人離唔開你，需要你提供資源、資訊、聯繫或者判斷，咁你就自動坐喺主位。
相反，如果你乜都親力親為，教晒人哋點做，最後反而變得可有可無。建立依賴比建立尊重更有實際權力。法則17，令人長期處於恐懼中，營造不可預測感。作者指出，預測到你下一步會點做，就容易設防。但你一旦變得難以捉摸，其他人就會變得緊張，甚至唔敢冒犯你。佢舉例話，前美國總統尼克遜就曾經故意用瘋子策略，令對手覺得佢可能隨時發難，從而迫使對方讓步。唔係因為佢真係失控，而係因為佢想你覺得佢可能會失控。呢種心理壓力其實比武力更難防。法則21，扮傻先可以捉到傻瓜。作者話，如果你表現得太精明，其他人就會提高戒心；但如果你似乎唔太懂，少少愚鈍，反而容易博得信任。當人哋低估你，就會講多咗、放鬆咗，甚至犯錯，咁你就有機會反敗為勝。佢強調，唔係真係要裝蠢，而係選擇喺適當時候唔咁醒，俾人一種錯覺，令你有操作空間。法則24，做一個完美嘅宮廷高手。喺權力場上，唔係只有領導者有權，仲有一類人係靠態度、手腕、觀察力慢慢爬上去。作者話，一個識得奉承、適時退讓、講嘢得體、唔搶鏡，但又唔失自我嘅人，喺任何組織都會被高層欣賞。呢啲人靠嘅唔係壓人，而係令人舒服，最後反而可以影響決策。識做人其實就係一種無聲嘅權力。法則31，控制選項，令人喺你派嘅牌入邊玩。呢條好經典。作者話，控制唔一定要正面命令，而係設計情景。你俾人幾個選擇，表面睇似係自由，其實每一條路你都已經安排好咗結局。真正嘅操控者唔係逼人聽話，而係令對方自己揀咗你想佢揀嘅路，仲以為係自己決定。控制選擇呢，其實就等於控制主導權。書中有句好貼地，有權力嘅人會用沉默嚇人，講得多只會增加你講錯嘅機會。呢句講出咗權力與言語之間嘅微妙關係。有時越講得多，反而越失勢；而識得喺關鍵時候收聲，反而更令人尊重同忌憚。因為唔講嘢，大家就會自己估，估唔中就會產生壓力。而呢種不確定感，正正就係一種無形嘅影響力。整體嚟講咧，呢一章講嘅唔係點樣壓人，而係點樣用心思、用設計去影響人。冇大聲，冇威嚇，但效果更長遠、更深入。作者提醒，要做一個真正掌控局面嘅人，就要識得喺背後拉線，而唔係喺前線吶喊。因為最穩陣嘅權力係人哋唔覺你有控制，但結果一直都係你想要嗰個方向。總結成本書嘅核心信息，作者想講嘅其實唔係點樣做一個無情嘅操控者，而係提醒你，權力就係一場心理戰，涉及人性、時機、形象同影響力。無論你中唔中意，現實中就係充滿咗呢啲潛規則。如果你完全唔識，只會俾人玩。佢並冇鼓吹殘酷，而係攤開咗一個好多人成日假裝唔存在嘅世界。書中提到嘅法律有啲睇落嚇人，但其實都源自歷史人物嘅真實策略，背後講緊人點樣求生、點樣維持地位、點樣應對複雜人際。了解唔代表要照做，但最少你要識得睇穿。對我嚟講，呢本書最有價值嘅地方，唔係教你點樣控制人，而係幫你提升對自己同身邊環境嘅敏感度。當你明白規則，先可以有得揀，係走入遊戲定係選擇退出。你可以選擇唔操控，但你唔可以選擇唔被操控，除非你夠醒。權力的48條法則唔係一本教你變奸嘅書，而係一本教你睇清楚權力點樣運作嘅地圖。有咗呢份覺察力咧，你就唔會再咁容易俾人牽住走，亦都可以更從容咁決定自己想點玩，想唔玩。睇穿咗就自然唔會再咁容易輸。